筲箕灣嘅譚公誕巡遊，香港筲箕灣譚公誕巡遊。嚟緊嘅就係麒麟啦。包括上海社會公立學校啦，現在2013年無兩啊，本會入教育中小學嘅幼稚園啦，另一類覺得全港包括在30年啦，文明冇學冇得承諾，培養嘅一代又一代嘅咪綠絲文化團體。好啦，跟住嚟咧就係金龍啊，跟住嚟就金龍。呢個金龍咧係油工門嘅金龍啊。好多小朋友啊，即係冇白水有肉凍肉嘅。哇！好得意啊！你睇下，有幾隻小獅子喎。
2003年已經有22年歷史嘅香港肇慶步操樂團，今日咧就用一首歌曲《青春舞操》作為我哋巡遊隊伍嘅起步禮嘅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啊！咁啊，作嘅咧就係、繼續第二隊嘅巡遊隊伍咧，有100年歷史嘅夏國璋龍獅團帶嚟醒獅金龍之外咧，交帶俾大家喺東大街，我哋可以見到巡遊嘅標識，有幾位小朋友幻化成大熊貓同大家見面。今年年底香港其中一個盛事全運會，亦都有運動員咧就穿上全運會嘅服飾。最緊要咧就係見完大熊貓全運會嘅運動員之外咧，仲有今年熱爆嘅哪吒都喺巡遊隊伍裏邊喎。大家一陣間見到小哪吒，記得俾啲歡呼聲鼓勵下佢，等佢開心啲，展露笑容啊！我哋嘅全運會運動員有跳水，有劍擊。今日喺東大街，大家都睇到標識，同埋提醒大家，今日下晝4點鐘喺東大街將會有一條375米長嘅金龍，全港最長嘅金龍咧，將會出現喺東大街嘅。喺起步禮嘅金龍咧，佢大概係30米長嘅啫，即係今日大家將會喺4點鐘咧，你會見到一條比呢條金龍長10倍啊！長10倍嘅金龍咧，會係出現嘅。咁啊，夏國璋醒獅團咧，弘揚咧中國嘅傳統嘅文化，將舞龍舞獅中國。